我们呢没有办法来看完，你有兴趣你可以上网来看他的见证哈。后来其实他去到普林斯顿大学以后，从此怎样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吗？当然，他去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，被同学写条子给教授，说怎么这种程度也来读普林斯顿大学，我们不屑。但是后来他第几名毕业？哎，你还在？故事都这样写的，很脏。好，我们等一下要分组，因为我们今天有15分钟啊。对不起，可不可以给我 PPT？ 好，那个101的 PPT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在101，我们这个系列又重新一个新的系列开始。好，这个系列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有一些的改变。好，那怎么样子我们来开始呢？当然我们要跟着我们这一趟旅程不是培训呢，是有人陪伴你。所以我们真的这一季，我们来这系列，我们好不好？我们来陪伴彼此陪伴，让我们刷新，成为一个全新的自己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能够退减而变成蝴蝶，我们需要知道生命有4个要。我们要知道耶稣爱我承认人有罪，刚刚已经讲了，我们人没有合那个标准那么手机都接不到从上帝来的信息然后呢，要明白耶稣担当罪要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，那么就会开始接通，你就听得到然后你就会有保证你信主之后你就有6大保证，而且有效期限多久？谢谢，不错你若唠英文，你老师会更加欢喜。英文做什么佛？什么 A 什么 好，保证1，来我们来读保证1，上帝接纳；保证2，上帝与我同在；保证3，赐我做上帝儿女的身份，这很重要父亲所有一切都要给儿女保证4，上帝赐我永生；保证5，上帝给我信心，所以缺乏信心跟神求保证6，上帝使我得胜，你不必头上绑着什么必胜不要爱听你们绑必胜，你来家就得胜所以你来家对，来这里来对。传道要不花太多时间，你们等一下简单坐在位置附近就好小组长可不可以到那附近？这样没有按照那个怎么办？简单讨论一下，好像没办法怎么办？好，就近好就近分享一下你刚刚听到什么？你有没有疑问？因为我当初还没有学宇宙论，这个叫做蔡茂堂牧师，他是台大精神科医生，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听他的见证。他又是医师，他又是什么牧师，他还读到神学博士，他的论文就是宇宙观。你有没有听到那超自然？今天传道一直讲超自然的能力，超自然的能力到底怎么回事呢？你想一下，这个刘安迪说，明明是被骗投篮球，但是就是那么真实事实虽然不用投篮才能毕业，但是他真实感受到10颗球9颗足顺，你看我多高。当你失了准，你一骄傲，失了准，传到那个手机再怎么好都没用，你没办法充电你失了准，永远都没有用。你怎么样你就投不进你怎样？你就是要回头主我错了，马上进。这是什么道理？另外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他说他要去美国的时候，他妈妈是老师他爸爸是什么？刚刚我们切掉没有听他爸爸是律师请问那个头脑是什么脑？跟我觉得这种不一样是条理。但是他们经历这么多超自然的事，这超自然的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假
人讲给哈，因为你要经历到。那传道只能说，那我还没有经历之前，我怎么办？你们好不好讨论一下，好不好？分享一下你生命中啊，来。然后等一下回来，我要解释一下。我们简单分组好不好？就是每